主后2025年5月2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祈祷引带咱行往上主。圣经咱做来听读诗篇94篇第19到23节。现代第一版圣经诗篇第94篇。上主，你是伸冤的上帝，伸冤的上帝啊，求你发出光。审判世界的主啊，求你起来，互骄傲的人受应该受的报应。上主啊，歹人要过偌久？歹人洋洋得意要过偌久？因的喙吐出骄傲的话，做歹的人拢咧顶家己。上主啊，因欺压你的子民，苦楚你的产业以色列。因害死孤儿寡妇，搁杀害出外人。因讲，上主一定无得注意，雅各的上帝一定无得看。恁这个亲像精醒的人着想，恁这个愚戆的人一时才会有智慧。造耳孔的上帝，家己减袂听见；造目睭的上帝，家己减袂看见。管教列邦的上帝，减袂处罚；教导人的上帝，减会无知识。上主知人的心思，知因所想的拢无路用。上主啊，受你管教的人真有福气，你用律法甲伊教导，要互伊伫患难的日安稳自在，直到要带歹人的梦过好势。上主一定袂放杀伊的子民，嘛袂放弃伊的产业以色列。伊会搁照公义审判，心正直的人拢会对伊。啥人会为我起来攻击歹人？啥人会为我徛起来攻击做歹的人？若毋是上主帮助我，我真紧就落去永远静谧的所在。我讲我的脚踏出去，迄时上主啊，你用慈爱扶持我。我心内有真侪忧闷看虑，你的安慰，互我心神快乐。腐败的官长利用法律制造奸恶，因减会甲你徛同边。因斗阵计谋，要害义人的性命，甲无罪的人定死罪。毋过，上主做我的堡垒，我的上帝做我的避难所。伊互因的罪恶受到报应，因做歹的时，伊要遭灭因。上主咱的上帝要遭灭因。祈祷引带咱行往上主。伫什么时阵你会祈祷？2008年，移居台湾的香港作家陈慧，伫一遍受访问的时安尼讲：你有一个愿望，但毋知要安怎达成，就简单会当祈祷若定。伊心中有所感，写扣香记、分享记，伫思念故乡中发出控诉，伫感叹中向香港早日的好时光道别。超过30-40岁的香港人，长大的地方已经无伫咧啦，可是台湾人恁个还伫咧。控诉是借由谴责，表达出对生命失落、生活巨变的遗憾。呐喊公义不在，敢若会当转往上主呼求。诗篇94篇拄好是安尼的祈祷。伫欠缺公义的苦难中，诗人毋知安怎面对混乱的局势，所以简单会当祈祷。安尼的祈祷
毋是无助的情绪发泄，也毋是毋知得讲啥的空虚呐喊。诗人的祈祷是有对象的，伊肯定着所信靠的上主祈祷。这个上主绝袂亲像恶者所讥笑讽刺的迄样，无咧看，无咧关心。诗人切切恳求讲：上主，你是伸冤的上帝，伸冤的上帝啊！求你发出光，审判世界的主啊！求你起来，互骄傲的人受应该受的报应。祈祷变成诗人的工具，期待借着祈祷，愿上帝审判实现，带来伊所期待的改变。美国灵修作家彼得森牧师讲：低头是为着工作，册是为着学习，鞋仔是为着煮食，祈祷是为着相信。这相信的祈祷，毋是人无才调得到所欠缺，只好家己放烂期待上帝。毋是，祈祷是咱为着达成所愿望的一种努力。所以，假使咱真正想要实现所愿望的，想要完成上主所赐的梦想，就着好好写诗篇的祈祷牛人学习。咱来用诗人上主祈祷的诗句来操练，互祈祷成做咱熟练的工具，带领咱专心仰望上主。当诗人运用祈祷控诉遐个毋认捌上主、消含愚昧的统治者的时，也拄好是上主运用这工具形塑诗人生命的时刻。借着祈祷，诗人领受上主用律法管教、教导的幸福，确信内心得到面对恐慌的力量。因为安尼，诗人重新确立上主的律法会带来正义，上主信实的慈爱会扶持绊倒的弱势边缘人，上主会庇佑信靠伊的人，搁严挺腐败甲邪恶的官员。诗篇大部分是祈祷文，诗人写祈祷文，互伊的祈祷诚做上主伫伊心上执行伊的旨意，也互诗人通参与伫上主的旨意中，诚做上主的工具。当这个祈祷也互咱用来祈祷的时，咱就通得以和诗人做伙上主讲出内心的渴望。上主也会因为咱专心伊，就引带咱搁较亲近伊，互咱进入伊的公义，享有平安，搁得到重新奋起的气力。默想：当时仔萎缩的我呼求上主的时，上主安怎借着我的祈祷，赐予我宽阔的境界，拍开我的眼界？当时仔萎缩的我呼求上主的时，上主安怎借着我的祈祷，赐予我宽阔的境界，拍开我的眼界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感谢你借着诗人的祈祷，互我确信你公义的审判，互我对恐惧中得到透放，看见新的愿望，奉主圣名祈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